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今天的美丽的新郎郎，来一起唱一下嘛，一个个好仙气啊，真的。换一个，来，换一个嘛，这换一个。哎，吴姐。姐姐。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美丽的新郎就在我身旁，轻轻的呀龙江流向远方，在这高高的卡瓦罗下，那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多想变成雄鹰一样，展翅翱翔在蓝天上，飞到我日夜思念的故乡，飞到我亲爱的阿妈身旁。故乡，飞到我阿妈身旁。谢谢。来，阿妈呀。听儿诉说，我愿为你祈祷吉祥。阿妈呀，阿妈，听儿诉说，祝福你一生幸福安康。我一真情阿妈。吉祥，祝福你幸福安康。先走了啊！走了。美丽的新郎就在我身旁，轻轻的呀龙江流向远方，在这高高的卡瓦罗下。那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那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谢谢。谁来？这个是唱的。那个呀，走马出马的那个。走马是那个。二是，你们呢？这里。这个马，是。呀，小鹿。小罗嘛。唱什么？发给我。来一首吧。行。
多少吗？这样子。哦，没写的。啊。我要唱歌声歌。哦。跟弟弟一起。好，可以。啊，跟弟弟一起。跟弟弟一起。你罗总哥，准备一个舞蹈啊！罗总哥和谁一起跳？举出来！好，你们三个一起跳一个。好。没有跳，弟弟两个还没跳。罗总哥，我也跳，我也跳。好，来。我都会来，我会。一步一个跳，你行不行？一步一个。再见。哦，马上啊！不用，这个随时来砍了这个，不用，没事，你吃开心了。好的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才不会的。我把这么弄的这个。你看。咱六个上。什么叫我上？咱俩不是一起吗？好，画中两个人。说的对。那罗总哥，跳。准备好了啊！弟弟，专心上，走，我六个拿话筒。我给你们拍我啊！你来伴我。还有一个话筒呢。我知道。来，二姐。六个。
好，来有请弟弟。敌人。我那个手机卡都不得了，好，15号码是对的，烫都不得了，但是反应好慢哦，现在，你看吧，卡都不得了，哦，没事，好卡，哎呀，真好，太烫了，就是这个系统反应非常慢，还是最新的系统，这个机体有问题。这个手机我翻了个检查也是说这个是17.3的，17.3。说你在干嘛？哎呀，好卡呀，慢得不得了。你要拿那个？我没有吃饭蛋糕，我还有一个，我有拿走了。随便的吃嘛，反正把它吃完。你下面有啊，这下面有一个，下面有一个，你没嘛？没有。好。